你私人功力强横，千万要小心，别驱毒不成，反害他爆体而亡。请姑姑放心，我私人内力已经练得炉火纯青，收放自如。你怎么知道我们3个他就收放自如呢？那要是收不好，岂不是伤了他了？对呀，闭嘴！我这么说，是为了不让姑姑担心。姑姑原本可能就没担心，你这么一说，反而让他担心。少废话，快动手！怎么了？姑姑，这气毒好像有点灵性，我的真气从他的中途的风势环跳，在原野之间被拦截。我这股真气正在游走他的足厥、阴肝、经脉、主穴。你们都不对，我们要用真气打通他的肾弱3条。不好，气毒已经走进少阴肾经了。那咱们就试一试，到底谁说的对？三位贤弟，依我看呐，以太阳肺经为主，真气走他的中府、尺泽、孔最、列缺、少商诸穴最为对症。错之极。你懂什么？不对呀，这小子全身发冷，应该从他的太阴肺经入手，合谷、上阳、迎香诸穴。我知道了，这是李寒上虚的病症，我们应该从阴白、太白、公孙、商丘、地基。可是如何治不好？可别怪我呀！不怪你。倘若治不好的话，这小子的命都让你给送了，只能怪你，姑姑，只能怪他呀。那如果都不治，岂不是见死不救啊？那如果治错了，后果很严重啊！这不是治不好糟糕，不治也糟糕。治！原来你是个小姑娘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婆婆了？是你自己要这么叫的。前辈那么老都管你叫姑姑，我不叫你婆婆叫你什么？玉竹宫的师傅管我父亲叫师叔，他可不得叫我姑姑吗？谁让我辈分大呢？你盯着我干什么？原来老婆婆都可以长得这么美。放松，不要运气抗衡，试试看3道真气可否分开。哎，你们说
这小子昨天晚上吃的是不是巴豆啊？这么半天都没完事儿。要不说是兔子呢，能吃能拉的。追！快，下边！快，分头追！你觉得怎么样？武道真气各自折服，好多了。你此刻凶险，比中毒时更胜万分。都怪我太冒失了。哎，不能这么说。不过，你害我婆婆长婆婆短的叫了你这么久，咱俩两清了啊。我说你可真够不嫌害臊的，你连做我妹妹我都嫌你小，你还非得喜欢别人叫你婆婆。放肆！没大没小。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你现在的状况，神仙也难救了。人活着呀，长短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精彩还是不精彩。令狐冲觉着自己够本了，无所谓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贸然让桃谷四贤给你驱毒，终究是害了你。还未请教婆婆芳名。我叫任盈盈。任盈盈。各位前辈留步吧。今日一别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。各位的恩情。令狐冲只能下辈子再报了，保重。保重，保重。好像是人贼田不慌。世间竟有你这等绝世容颜，田母前半辈子算是白活了。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自然是和你行的周公之礼了。我是出家人，怎能和你行那个礼？哎，你说你爹妈是怎么想的？
怎么能让你做尼姑呢？你快让开，我要走了。哎，我相信施主是一个好人，请施主让路。我要是再不回去，师傅会急坏的。行，只要你把大爷我伺候舒服了，自然会放你离开的。你要是再动手，我可要刺你了。嗯，刺，往这儿刺。嗯，怎么不刺了？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怎敢胡乱伤人性命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让大爷好好瞧瞧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，小美人儿？今天可是清明，祭祀先祖之日，你不可以做这样无礼的事的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你没事吧？家母就是清明之时仙逝的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想一想令堂吧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你不要再做这些傻事了。你都自身难保，还有心思度化我吗？请施主放过平妮。你现在想让我改邪归正？施主若是改邪归正，自然会放过我。行，今儿我就不收你了。但田大爷我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还俗嫁给我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碰其他女人一根手指头。不行的。哎，原来你才是假慈悲啊！这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谁？不想死的，给老子滚远点儿！躲躲藏藏算什么好汉？有种给老子滚出来！算你跑得快！小美人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外面的壮士小心，他躲在洞口要刺你了。臭丫头，闭嘴！不怕，那个淫贼轻功不如我，他追不上我。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，有种跟老子比比轻功！
原来是衡山派的师妹，师兄也是五岳剑派的，在下华山令狐冲。淫贼点了你哪个穴道？好像是肩针和大椎。能动了吗？谢谢令狐师兄。